究竟你有幾耐冇吸收過呢個大自然嘅新鮮空氣啊？每日喺呢個市場嘅戰場同個市場拼搏，日日喺度勞勞役役，靜落嚟或者放工翻到屋企嘅時間，如果可以有一笪地方可以俾你同你嘅屋企人擁有一個可以令你哋鬆弛同埋充滿氧氣嘅環境，你會唔會心動呢？哇！期待咗今日真係好耐咯，終於可以嚟到我一直以嚟都好想過嚟拍片嘅西沙。新鴻基籌備咗20年，用咗幾十億，補地價都用咗接近200億，背靠馬鞍山，面向企嶺下海嘅時話事。哇！我覺得自己好長氣啊！信我撕爛你的嘴！新鴻基呢個號稱香港嚟講宇宙最強嘅發展商，用咗20年嘅時間，涉及200幾億，由呢個馬路啦、基建啦同埋剪裁精心設計出嚟嘅巨型項目。我哋嘅項目咧位於喺西貢同埋沙田之間西沙公路旁邊啦，成個地皮咧670萬啦，大到真係有啲唔係咁尋常啊！住宅面積方面咧，接近500萬平方尺，擁有46座9500個16至到31層高嘅單位啊，當中涉及咗有30座嘅別墅組成嘅，差唔多咧可以媲美呢個太古城12000幾房嘅規模。但係當然啦，50幾年前嘅太古城又真係好難同我哋一個咁靚嘅環境同埋咁現代嘅準則去相比。我哋而家項目嘅第一期咧，總共由4座781個單位組成，當中涵括咗各類型嘅1房啦至到4房單位，僅有一款啱你心水嘅，而且今年年尾就可以住得之餘咧，我哋周邊大部分嘅設施咧都已經落成晒㗎啦，就係諗起都開心啊！而家我哋全部嘅單位都可以望到周邊連綿嘅山景同埋大自然保育區嘅海景。Nice。而我哋呢個新鴻基用咗20年打造嘅計劃咧，主要分開咗3大區域啊。有啱啱我哋同大家提及過嘅住宅區啦，我哋仲有我哋嘅運動區同埋呢個飲飲食食嘅商業區添啊。而喺呢20年前嘅時間咧，新鴻基最主要就係打造翻周邊嘅基建同埋設施啦，例如將我哋西沙公路嘅雙線行車咧，而家變成4線行車添啊，跨越咗好多條行車線，有電梯嘅行人天橋同埋單車徑等等。而中意運動嘅朋友仔咧，喺呢度咧基本上完全可以滿足晒你所有嘅慾望啊！大部分嘅運動設施都已經落成晒㗎啦，當中包括咗有呢個高爾夫球嘅練習場啦、網球場、足球場，有少少冷門嘅匹克球場、13萬尺嘅水上活動中心、單車徑同埋超過4萬尺嘅兒童遊樂區等等。我直情可以感受到，如果 Kenny 喺度住嘅話咧，唔使1年半載嚟，我都應該可以成為呢個筋肉人啊！真係要捉啲屋企人過嚟揼一揼佢先。而且咁多位太太又或者咁多位女神啦，呢度咧有超過130萬尺嘅高級大型商圈啊！相信喺度飲飲食食、購物消閒，亦都有推動力咧，要你嘅另一半喺工作事業上邊咧更加要上進一啲啊！如果唔係咧，你都見唔到啲冇費，你暗含全盤代價，你真係不失望啊！再加上咧，我哋新鴻基就真係新鴻基，老老實實地講句，每次佢開發一笪新嘅地方咧，都見佢奇蹟般嘅手法，將原本唔太方便嘅地方咧，例如元朗嘅 YOHO 系列啦、屯門嘅碌富寧，以及係佐敦填海區，而家係九龍站嘅海旋門啦，又或者係漁村出身嘅馬灣嘅珀麗灣，每一次出手嚟對幾經4座，負樓為神奇，所以話佢宇宙最強真係唔係吹水㗎。而喺我哋而家嘅項目咧，依家有5條嘅巴士小巴線，只需要4分鐘零58秒咧，就可以去到呢個烏溪沙站㗎啦。8分